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阁请解说两句仔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评，咱来讲歌仔戏文一站选梅书君，民间流传流行歌，对正月念来到12月。正月算来是春秋芳啦，2月算来是丹心雷，啊3月算来讲是清明，搁来换4月，4月算来春天后。无寒无热风透透，雪梅心肝乱糟糟，想郎君情意厚。目屎已经毋愿流，一心望囝会出头，较苦也要来等候，甘愿来拖磨到年老。朋友，古前安尼念，你就有印象，因为民间这条歌流传了真透。雪梅甲伊的翁婿未婚夫相邻，讲起来是有翁某命无翁某行。啊，毋过伊有缘，为着想甲这个命脉上路，拖磨到年老，敢若望囝未来会寸进。可能朋友你会讲，现代社会看这个旧礼教的故事，咱会感觉不可思议。毋过有真侪嘛，真侪大姊，敢若看雪梅嫁囝，看雪梅思君。看上路落尾，有影有名声高中状元这出戏，又原来心肝酸，流不尽的目屎敢无影。搁来换讲5月算来白龙船，河边人马乱纷纷。雪梅有囝无郎君，对啥人来议论？当作注定的命运，逼阮空过好青春。一生伴囝酒家文，啉来着满腹的苦闷。是啦，戏文内底咧做。敢若牵一个囡仔伫咧身躯边，传统社会阻人的议论呢。但是雪梅一生伴囝酒家文，啉来着满腹的苦闷。正月春秋芳，5月白龙船，这个上界闹热的时，咱心肝内上界稀微啦。啊，搁来讲6月原来闹热，因为6月算来是半年，龙川秋冬喜冲天，只有雪梅暗上悲，又寂寞又空虚。坐在床前想迄时，暗中唱着断肠诗，希望囝儿会生气，表明着对君的情义。雪梅甲相邻两个翁仔某未婚，两个也毋捌讲一夜的同房，结果伊安尼这么坚心，加在朋友老爸恁捌看戏拢知影讲，上路有寸进，真正高中状元。确实有影囝儿有生气，表明着对君仔的情义。